世界萬行代攏佇咱台灣新眼界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仁。財政違分法行政院的版本終於釋出來，規氣互你史上上懸，看你安怎睇？敢會更加混亂、吵鬧、無吵袂完？尤其呢，有錢無權，無錢有權，佫較無奈。今仔日兩位當事者甲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民主進步黨新北市議員顏惠慈。大家安，我是新北市市議會議員顏惠慈顏惠慈。那麼第二位中國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林健傑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張國成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國政基金會財政組副研究員周信友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那麼首先，咱就來關心，在今日早起，行政院長趙英台表示，加上滿年度的總預算案，中央閣要機制5600億違反關稅。今仔日行政院提出了因家己的行政院版本的財違法，按算講整體要互地方的經費來到1.2002億，會使講創下歷史新高。立法院14三讀通過若被修正的財違法，行政院長杜英台講，這個版本違反公債法，會予行政院明年無法度編列預算。行政院會今仔日通過行政院的版本，要送去立法院，包括統籌稅款、一般性補助款、計劃性補助款，總規模也提懸到1.2002億。舊版的那個統籌稅款、一般性補助款跟計劃性補助款這3項加起來是1兆131億元，那新版的部分是1兆1683億元。我們本次財劃法的修正院版的財劃法修正案將這個總規模拉高到1兆2002億元。財政部國庫司長陳必勝表示，行政院版本照顧到地方施政財源，透過統籌稅款甲中央稅款來協助地方自治事項，針對人口指標、土地面積也是離島的部分。嘛有加權來處理。整個擴大的統籌分配稅款，我會去透過錢權的回歸、地方的這個檢討讓整個分配的會更合理。那回歸的部分呢，我們也會透過優先彌補基本財政收支差額的部分，來協助地方得到應有的充足的財源哈。那行政院長杜英台是指出，財違法的5屆修正，攏牽涉到分配指標計算，和中央地方意見無同，就尾收未成。這屆是甲地方提出的80個指標濃縮甲剩10個，而且中央對地方的補助是逐年增加。杜英台表示，頂禮拜立法院閣修法的版本，無法度解決即賣的問題。我們剛剛所通過的行政院版的財劃法，我要請求立法院能夠停止收回目前在立法院通過的這種錯誤的版本。不過，今仔日出席行政議會的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指出，這項重大改革已經開6屆會議，一直到今仔日議會進前才摕到完整資料。伊表示，改革需要的是信任，信任是對資訊公開甲透明來的。若是修法了後，新北市人間分配閣是排上尾，因絕對袂接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觀眾朋友他早聽到這個新聞，你可能也是霧煞煞。財政違分法在咱節目已經講了上無4屆，周老師大概都有來，所以周老師張老師嘛上無來3屆去。我冇來過。但是主要的政績真簡單，觀眾朋友你就看講有錢你就愛負責任，你就愛負責個錢開得好、開得水、開得完、開得有效率。所以行政院提出了家己的版本，老實講，行政院的版本是低刀啦。照理講，伊早應該釋出來，不管好啊歹，你都要釋出來嘛，伊的5大優點：第一，中央挹注地方再創新高，跟咱他新聞有講；第二，擴大統籌稅款，錢甲權合理
回歸地方。第三，優先彌補基本財政的差額，一般性的補助款全折算，公息更較公平，支票更較均衡。那麼還有我這走去，維持計劃型的補助款，整體規模地方建設無中斷。意思就是講，我計劃性的補助呢，我袂因為統籌分配款吼，甲你恁攏甲我提起了，我規氣一包創較大包的，你莫甲我提這個。我要先問兩位吼，攏是地方這個新北市，頭拄仔恁的副市長就講，如果若無信任，我袂吼。但是我今仔初早10點開始，我斟酌咧聽，這個甲有信任無信任的關係，我實在是聽無啦吼。意思是講，你無事先來溝通，哦，無來溝通，無來信息來通達，即擺咧，在我認為是提出來就是要來大家討論的嘛吼。我唔知顏議員你的看法。我首先先要來講吼，老副市長講，伊甲今仔日開會進前攏無看過今仔日的版本啦吼。我講借問一下，請問國民黨兩屆修法進前，國民黨家己的市長、副市長，敢有看過國民黨的版本？嘛沒有啊。阮佇咧議會當中，伊黨內有信任啦。有信任啊，攏免看，所以攏免看，所以就會發生講，為什麼國民黨修法修到互大家講，歹勢我攏講，真正互阮屁喙爛。修法修到講345億，分母寫錯，345億發不出來。安尼講有看到迄個版本嗎？伊嘛無看到啊，吼。啊，第二點是講，頭拄仔老副市長有講，若是新北市人均，吼，就是講這個人均還是排在最後，他一樣不接受。若是這個邏輯，請問為什麼新北市侯市長、老副市長，恁會接受國民黨的版本？國民黨的版本兩屆修法，新北市人均嘛是排佇個上尾啊。所以吼，頭拄仔主持人講，這行政院的版本是第一道，我要來反駁一下，我有無同款的意見哦。就講為什麼我們要修這個財劃法？到底為什麼要修？就講地方就愛講家己無錢嘛，家己無錢嘛。我講。今麥台灣的問題，唔是講無錢，是分不平均。第二個問題是有錢到底用去倒位去？我來講，到底新北市是什麼狀況？新北市吼，這中這個表格啦吼，我們每一年的預算都增加，每一年的預算攏增加，但是呢，我每一年存的錢哦，嘛增加。就講我有編預算，我甲經濟議員，阮攏佇咧議會，阮攏互伊過。新北市的議會攏過，這預算包含了我們市政預算，包含中央的統籌分配稅款，包含中央的一般補助款，年年增加。啊，有開了無？啊，攏無開了呢。毋是講存咧幾百萬、幾千萬、幾億個呢？6000。94個攏無開完啊！議員，你的意思是講有開完無開完是一個運用預算的指標。當然，這當然是指條之一嘛，哈。我所來繼續來看，說為什麼中央第一時間行政院第一時間沒有提版本嘛？因為就算現在統籌分配稅款的算法。大家每一個縣市可能意見無共款，無100%滿意的啦。但是阮這幾年來，予地方政府的統籌分配稅款增加，因為中央稅收增加，統籌分配稅款依照公式就是增加，而且競爭型補助款也增加，一般型補助款也都增加。意思是說，在不修法的前提之下，中央予地方的錢攏增加嘛。所以當然第一時間行政就感覺講無，請問國民黨你有啥物好的版本？我來聽看賣。無想到講國民黨伊就提兩個，大家攏感覺講你完全無法度執行的。我他的意思是講，既然你就知影講國民黨伊要提出，伊就是要來修法啊，伊無會甲你參詳。所以我講，今麥行政院好啦，伊就提出一個版本。
但我無認為講這叫做低調的版本。這起碼這叫做好。國民黨你要求我們為了府會和我們為了這個立法院的和諧，我希望講才畫法爭議可以到一個段落。我今嘛地方第一心意，大家唔該安怎心意。我和金家議員來和諧一下。這個主持人是安尼講啦，這個題目吼，我進前來有甲兩位咱這個吼專家吼攏有講過啦吼。我當然是安尼啦，這當陣啊來講，這個題目吼是真拄啊好啦。吼，關於阮即擺阮兩個攏佇審查預算嘛，佇業務質詢啦吼，就敢若講咱即擺是秋天吼，食毛蝦是裝下時啦吼，嘿，敢你食大食小。我即擺逐工攏佇議會，我嘛攏佇質詢啊，阮總質詢頂禮拜嘛，我嘛甲市長問講，我即擺到底吼，我即個咱即個進口卡吼，有法度變到1000塊無？人台中1000啊，通800，咱為啥明年甲要到600呢？咱即擺是用氣，用就無錢啊。伊嘛甲你講無錢啊，我無錢要安怎？伊講台中錢較濟，甲即個桃園錢較濟，阮人口濟，因人口少，阮老人較濟，因老人較少，所以這就是關係，就講人嘛。你人就是講有錢，才有法度去做人的代志，才有法度做建設的代志。不管是國民黨執政，還是民進黨執政，較早馬英九執政，因逐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攏講愛修改這個財閥法。我就顏議員的問題來問你吼，他講老副市長講，伊個人金哦擺咧上後尾做上後尾的機票，國民黨的版本嘛是安尼，啊，行政院版本嘛是安尼，行政院版本伊無愛接受，啊，國民黨的版本，老副市長甲校市長就接受，啊，你的看法？即馬，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，公平嘛，你要是用人，拄則咱有專家講着講吼，土地面積、人口數，通早咱是用啥？用咱營業業吼繳稅所在地來做分配。吼，阮土城吼有鴻海56間，鴻海科技56間，結果納稅因攏佇吼台北，因總公司佇台北，結果吼咱這個工廠佇阮土城，我土城製造成本數，我錢攏佇台北市，所以講台北市摕較濟，安尼認為較有公平。我嘛大家講安尼哪有公平？無公平嘛，無公平。咱即嘛是講要安怎收到大家圓滿，是要用人，還是要用土地？啊，是要用什麼話？這吼，我就是想講，大家用智慧啦。你拄則講的低調，什麼叫低調？我嘛感覺講，你講了真合理啊。為什麼低調？咱是安尼啦吼，阮佇國民黨中常會有講啦。為什麼因阮吼去年12月收，行政無愛提出，吼，我今年個收，伊嘛無愛提出。為什麼即馬甲要提出？咱是安尼普遍講，去年的7月26到8月23，萬一阮來吼落來10個，因就攏吼提出來，攏會當殺啊，真好殺嘛，逐條攏會過。這就是啥有關係着吼，我這個大罷免，吼，我所以講無法度。咱莫講到遐去，我甲他問講，你有贊成老副市長的講法無？老副市長吼，當然我伊的講法我尊重啦，就是講伊這個物件講國民黨要收的版本吼，像咱這顏瑞慈講的，阮立法院要收，伊嘛無看到，我哋行政院收一般是安尼啦，行政院提出來版本吼，毋是愛摕各縣市，愛摕立法院啦。咱講坦白的，因立法院是修法的單位啦，當然伊愛尊重地方啦，伊會寄一個副本互你啦。伊吼，安尼我安尼講啦吼，伊去甲迄個劉荷蘭報告來講，啊，我即馬要安尼收，敢有必要？無必要啦。伊就是講要修法的人，伊愛去甲行政院、立法院院長講，愛甲立法委員講。我講阮的法，拜託恁來收。我你伊即擺來甲劉荷蘭講，劉荷蘭去拜託阮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嘛，應當毋是安尼嘛。我所以講我是感覺講吼，大家互相尊重。就是講恁即擺行政院要過的物件，吼，大家愛甲立法院先溝通，溝通好，再個互咱的各縣市安尼甲對啦。啊，來，周老師，這個我個人嘛佇地方政府有服務過啦。頭拄仔甲議員講的吼，講實在吼。台灣所有的地方政府吼，攏基本上有一個問題，就親像人去食buffet吼，摕足濟哦，這個嘛好食，迄個嘛好食，摕足濟，但是咧尾啊吼食袂了後，食袂完，這是足正常的吼。無啊，我著看好食款啊，食會歹食，我著等。足濟地方政府吼是一邊吼赤字哦，就是足懸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吼，每一年審計部攏講吼，你咧保留的預算吼，無執行的吼，足濟。啊，無伊就講某一個議員甲我提啊，叫我愛保留袂使用啊。因為吼，地方政府大家攏希望我這個縣市吼，錢足濟，
有算足濟，這是正常。但是地方政府吼，我看為台北市到這個屏東吼，基本上攏有共款的問題，就是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攏保袂齊全，吼足濟嘅業務吼無人愛做，無是人攏無夠，所以咧這個執行吼足濟代誌吼是無人會當把迄個錢吼攏用了。新北市就是上好的，這個吼都是足大個啊，業務足複雜的啊，但是足濟咧局、足濟這個單位吼、足濟咧公所吼，攏無人啦，人攏無保，哦，佫有人做甲忝死的啦。所以咧，你講中央和地方只增加到1條2000億吼，聽起來是足好。每一個人做縣市長吼，不管伊是倒一黨，攏無可能有人反對講本縣市的增加。但是咧，重點就是摕錢摕來以後吼，是安怎會當有效率的用到地方，這是愛看伊個政府的執政的能力。哦，足濟方面地方，親像你做一條路，定流標，這嘛毋是這個無錢的問題，這大家攏清楚。所以我認為吼，不管倒一黨一政，不管倒一黨佇中央地方吼，規個政府中央啊地方的這個員額吼，佮這種的這個什麼代誌中央做，什麼代誌地方做吼，這個重新愛來檢討，這是第一項。第二咧，就是吼，我聽到頭拄仔講到新北市的副市長吼批評中央這個案，我事先攏無看到。我認為吼，這嘛是伊這種的政治的智慧，就是代表講這個案我嘛毋是遐爾啊無滿意啦。我無滿意的所在，只有就是我是這個事先無看到爾啦，毋是伊的內容啦。叫你笑上大聲哦！我感覺這個講啦，都足濟政治人物吼，講實在，我嘛足配合的新北市，不管市長、副市長，雖然國民黨的，但是我個人的觀察，伊甲民進黨的中央吼政府其實關係無講足歹啦。啊，雖然伊是國民黨嘛，這個侯市長嘛有選過總統，但是我看伊本人的這個政治的智慧吼。甲即個中央地方的關係，無因為講伊甲賴清德做過政治上選舉的即個敵人吼，即馬就冤家，冤家個足厲害。所以我感覺基本上財政的問題吼，靠即個提調，即個中央地方吼，尤其是你發現在野黨常常有部分的立委吼，意識形態是足重的啦。假使咧地方的意見，不管倒一黨，攏加入來較濟，我認為對這個問題吼是較良性的發展。第二咧，我認為吼，這個中央講假使愛增加錢吼，每年愛增加愛救濟，錢愛增加，愛機制呢，愛機制。但是咧，一方面人攏看，你中央的財政愛救濟啊，另外一方面一人發1萬。足奇怪的吼，所以咧，不管倒一個政黨，攏愛檢討吼。我感覺在野黨即馬佇立法有多數，應該愛檢討吼。這個無應該這種的發錢啦，這種法案，無一定每年又佫繼續發錢嘛，有可能每年要選舉啊。中央咧嘛愛注意到，就是你講話的這種的方式啦。親像頭拄仔咱喺討論講，你這個法案通過是錯誤的。我認為這個講這種話吼，對事。這個代志的，這個無幫助啦。因為你通過我講你是錯誤，好錯誤我繼續錯誤，你嘛愛聽我呀。因為立法院是多數，好顛倒講你行政，變倒講我愛執行一個錯誤的法案，這夠有民主嘛無一定啦。所以我認為吼，這種大家攏愛互相尊重，而且咧要考慮地方政治的實際的狀況吼。即馬足濟毋是無錢，是無人來用錢，無人來執行。我感覺這是一個顛倒是長久以來，不管倒一黨執政吼，足少去關心的問題。我來補充一個，我1分鐘就，我即擺我甲楊偉慈吼，阮兩個人，阮來講佇法規委員會、法規委員會，阮即擺吼議員提版本，阮通過。市長來講，恁咧議會通過攏毋對啦，你若阮絕對批評的嘛，阮錯誤的嘛。
阮有啥物錯誤？阮議員通過版本啊，你就反通過。你即擺你做一個市長，你做一個行政院長，你甲我講我這錯誤，咱大陸我就要錯誤甲打底落。這唔是安尼講話，我就支持咱這個吼，咱這個。有錯誤就愛承認啊。唔是，我立法院，咱立法院是一個民意機關，阮議會嘛民意機關啦。會當講吼，這個法案攏足失望的。吼，但是是唔是？講錯誤啦，我足失望的，可能嘛較好啦。有淡薄錯誤。淡薄錯誤就是345億分袂出來安尼。阮的行政版本吼，大家參考看嘛，是不是會當適用？不，來，我和周老師來講。周老師，我說明一下，其實像現在不管是誰執政，其實國民黨執政的時候，民進黨每天都要修財劃哈，他那時候一直都說非常的不公平，但是到他執政的時候，就說這是最好的版本。所以坦白講，國民黨執政的時候，其實黨內也提過財劃法，但是黨內就不是不修，因為他執政。所以其實這個周老師，這都是自己。周老師，我相信你也是財政組的嘛，這財委法的草案你已經攏有看過嘛，吼。啊，這過去這歷代版本到打這頭這擺一擺兩擺的修，你認為哪一個版本較好？其實這個我坦白講，你這個東西你要執行的話，你就其實要包括地方制度法一起考慮啊，因為包括事權，但是那個東西，因為現在各縣市政府，包括6都，他們其實支出的是每個縣市支出的情況是不同的，因為像以高中來講好了，台北市、高雄市和新北市是由地方政府負擔，但是像台南、台中都是由中央負擔，所以其實很多地方制度法你也沒完全就好好的討論，因為它但是我這一次我是因為行政院是真的早就應該提出了，但是那時候他都一直跟大家講，它就是最好的版本，所以到現在他逼不得已。我嘛愛甲咱議員講，我唔是講行政院制度是唔對還是對，我的意思是講，國民黨其實歷代也有版本，吼，但是歷代版本敢有親像這上後尾這兩擺，連這個公式都算唔對。其實他不是不能分配，但是他要做2次分配，他就可以把它分完。因為這個包括那個桃園市市長，其實是有桃園市。老師，你讓講起來北維基，你看他其實那後面的345億，他可以按比例分配。其實他在是字面上。這不危險嗎？沒有，其實那個你如果從字面上，其實他是可以用多種解釋的。啊，國民黨的人無咧聽你的話，他表示伊嘛感覺講啊對，我說唔對哦。沒有，他其實是修法不嚴謹，但可以因為修正哦，因為重點就是你文字讓人家有多種解釋，那就是不太好的修法。老師，這版本出去的時候，你無看過嗎？我們應該是沒有能力去看最後的版本哦。所以我叫你的版本行了對吧？因為沒有，其實這種東西，所有的人是送出去的版本會經過，很多人會有添加意見，然後就因為所有東西政治就是這樣，所以本來寫一隻狗牙啊變做一隻馬就對了啦。因為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我和咱議員來講的，一隻狗牙變做一隻馬。我認為講國民黨提出的第一個版本，除了講迄個分母寫唔對啦，吼，所以就講345億無法度分配哈。這當然就講，像周老師講，這就是文字上面的錯誤嘛，吼。這當然是會當改啦，但是要互大家討論是講，頭拄經濟的議員講的，公平佇倒位？國民黨第一個版本就是台北市佫較儕錢啊，台北市因為伊的營業額上懸。好，所以迄當陣第一個版本就是大家修法修一看，你還個台北市啊上濟錢，唔是講一定愛足濟哦，唔是講新北市一定按第一濟，但是那還個是台北市，大家攏認為台北市有錢嘛，啊，長久以來所謂政治中心的資源，啊，攏佇台北市啊，啊，我認為講這財劃法應該要更均衡一點，好，啊，所以我認為講。
國民黨第一個版本是真正要修正的，愛修正回來的。啊，結果國民黨第二個版本，他們就把一些這個把它加進去，是要求說，一般性的補助款，還有計劃型的補助款，年年都要提高，明年度的不能比今年少。那這個我們就認為你沒有站在國家的財化的這個立場，你怎麼可能保證國家的稅收每一年都超收嘞？你無法度保證嘛？你若是這寫你去法案內底，你若是無照咧行，啊，大家攏違反呢，大家攏違反呢。阮是今嘛好家財，阮有護國神山台積電，稅收很好，大家有繳稅。那是有一天我們的稅收沒有那麼理想，他把這個寫進法案裡面，迄就不是什麼螞蟻甲一隻馬的問題啊，啊是要處理，沒有辦法處理嘛。所以我講行政院今嘛的版本就是講。大家要統籌分配稅，較濟給地方。好，我們也聽了，給較濟給地方。但是我們跟國民黨最大版本不一樣，是我們把一般性的補助款跟計劃性的補助款保留更大的彈性，而且加強計劃性補助款的比例。下面一個計劃性的補助款比例，才有頭先老師講的，有一些有的管期哈，伊可能在迄個算式內底。伊就是拉在後邊，但阮認為國家發展的平均的需要，愛需要以後計劃型補助款來去補，或者是例如有那種咱新北市可能要治水特別型的預算，加強補充型的這個預算，我們把它放在計劃型補助，好，遐管期可能較細，吼，也是講人口較老的。我們可以有一些補充的機會，所以目前中央釋出的這個版本，我們其實有服軟吶。對。有服軟意思是個啥？好啦，國民黨立委就希望講加較濟錢給地方，安那嘛無要緊，阮加偌濟一條理啦。但是議員，那是無這擺無擱再修，用11月的這個版本，明年都愛。給因操作，愛借錢借5600億。是啊，在國民黨再次修法的版本，把整個台灣舉債要5630億。我講也未超過啦，也未到15%。這就是頭先老師講的嘛。是不是？老師是不是也未超過公共債務法15%？對不？差不多。這個講實在哦。15%假使國民黨講愛收變到100%哦，伊即擺立法伊的形態，我看嘛是有可能。即擺顏議員講的吼，我認為有一個重點，就是咧，你即擺這個錢吼通過以後吼，咱愛講以後每一年攏會增加爾，袂當減少吼，聽起來是袂歹。但是講實在，不管是增加還是減少吼，攏是立法委員的權利。對無？因為我會當講吼，即馬財政好增加，財政無好，我感覺多一條會當減少。所以咧，一個法律定到吼，限制到立法委員家己的權利，我是感覺實在是吼，為着一時的政治的鬥爭吼，變做講這種無合理。因為無聽周老師的啊。對啊，第二吼，本來車一隻狗下去，出去變一隻馬。對啊，第二吼，就是講實在，倒一黨，尤其是我感覺國民黨哦，常常認為講好地方啦。哦，這個即馬攏是國民黨較濟嘛，所以地方錢啊較濟，中央的錢較少。但是這嘛毋是永遠的啊，除非台灣和中國統一，無啥人會講保證每一遍縣市長地方選舉永遠是國民黨較濟，嘛無一定啊。啥人敢保證國民黨永遠無法度轉來中央執政？所以咧，定到這種吼，一定愛增加啦，袂當減少啦，啊是講吼啥物？足濟的這種的指標吼，攏是無法度修改。我認為其實對一個國家長久的發展吼，攏唔是好啦。老師，你頭有講到，講吼其實吼，唔是無錢的問題，是無人頭執行啊。對。啊，這有頭寫在這法內面講，你要提錢的人，你都要有人啊。你無人，我就無要你錢，會使安尼寫。這當然是政府的。這個人數吼是另外一個範圍啦，
哈，吼，你這個縣市政府還是啥物咧編制？我會當然寫講，你若連續超過2檔，無人無交全，啊，執行度無安怎，財政算作財政紀律內面一句，安尼使。計劃型補助款你就會當安尼設計，因為迄是愛申請的嘛，所以你就會當設一個條件講。迄是計劃型的啊。對。啊，若是統籌分配款的。其實我認為吼，這種觀念足儕先進的國家攏有啦。對啊，我有看啦，國外就有安尼寫。你假使一個政府還是一個單位吼，足夠的，吼，這個執行的績效是足好的。伊當然伊摕較儕錢，範圍佫較大，服務的範圍較大，這是應該嘛。一個單位根本攏無人摕到一堆錢，有啥物路用？等到因為分伊個單位吼，就無法度互其他單位嘛。結果這個單位錢用到年底用袂了，其他單位咧錢早就用了。吼，我感覺這嘛是足奇怪。我要問一下邱老師，你的看法咧？以這一次的再修法，我那個14號的再修法通過的3讀版本，我去看過，它大概就是把中央補助辦法把它入法。但補助辦法來講，因為它其實以前用辦法是比較有彈性，就是它可以隨時在針對情況，在它中央就可以自己修法掉。但是因為現在兩黨其實是缺乏互信的，所以因為他們把他們希望把那個補助辦法直接變成入法。但我認為一般型補助款其實還好，因為一般型補助款是有公式的，所以它本來就是要照公式給。但計劃型補助款其實是應該是中央的權利，我沒有那麼認同說要把它入法，但是兩黨現在就是屬於無法信任，然後他認為計劃型補助款都是會給綠營執政縣市，所以藍營執政縣市通常對這沒有期待，所以他們不會希望計劃型，他們會希望統籌多一點，一般型補助多一點，對計劃型的期待就。安尼大家人吼，大家每一個人頭殼內面攏想家己的吼，安尼都無共識啦，記唔記住啊？我講老師講了，我無甲拍炮個。你有拍炮？拍炮啦！我講吼，咱觀眾朋友，你看我的心是佇遮哪佇遮？我的心是佇遮。應該是倒邊吧？對啊，我跟你講啦吼，這吼我插政治也插30檔啊啦吼。你講吼，咱拄則老師講我100%認同。啊。咱講過去16年啦，馬英九執政，國民黨立法院多數啦，要收無？國民黨嘛唔收啊。蔡英文執政8年，立法院100%的多數要收啊，嘛攏唔收。我講啦，迄個位啊上濟，我做總統呢，我迄立法院攏我的人呢，我攏多數呢，攏賣叮當，安尼就好保持原狀。我錢控制嘛，我會當安尼分配，我家己分配。即個攏我塞卡錢，我安尼來分配，我會當調嘛。所以講即嘛是安怎變到即屆來，吼，民進黨執政，立法院伊少數，大家就來補啊。我你看，為什麼過去8年民進黨唔提出來？你甲我講嘛，老師對這講的啦，對無？每一個人佇執政的時陣，立法院多數攏無想要叮當，這就叫做私偏嘛。我就是啦，即擺講信任這兩個問題，就講即擺咱老師講的互相信任吼不足，為什麼？我國民黨差一撮啊，攏向規大當兵調去啊。好啊，咱就大家吼，無差一撮啊啦，我差真濟啦。伊是講規大要向兵調，毋過加在攏兵無調嘛。我毋過這就叫互相信任不足。所以講吼，今日吼，這個要修這個法，毋過講咱的行政講，恁這攏是錯誤的版本啦。聽到我嗱，陣間我做立法，我聽到起碼起碼是話類啦。你甲講我錯誤，我就是要甲錯到到底落去。因為這就是安怎講？你講你今日到底想着？我聽阮新北市政府的啊，阮新北市政府甲講我愛安尼收啊，對，台北市立法院講阮就愛安尼收啊，想着想毋着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啦。你拄則咱安維持講的講，為什麼阮迄個行政院吼無互阮留荷蘭？我講啦，你若講無安尼啦，恁會互阮？我台北市個問看覓啊，台中、高雄、台南攏問看覓，我講每一版本攏就無共款，安尼是要安怎收？每一人啊建議有利的嘛。若講我是做侯友宜吼，我嘛講阮錢哪濟哪好，台北市嘛講伊錢哪濟哪好。我你即馬行政院長要安怎做，絕對無在條做嘛。我這就是講大家愛推敲，就是立法院
愛一來講，院長甲院長一來講，甲大家國民黨黨團、甲民進黨團，大家一來協商嘛，這叫做協商嘛。我即馬攏無協商啊，大家互相信任不足啊。所以講你今日立法院就搞不定啊！你要搞到吼，所有的縣市首長要過來不管，這開會。你即擺是咧罵國民黨的委員還是民進黨的委員？我來講，這叫做私心嘛，每一個縣市攏有私心嘛。我若今日我新北市選出來，我為新北市無，我一定係嘛。台北市立法院愛遵照因台北市，大家人講，咱那馬關條約，我今日好了，攏互恁台北市，我等於我明年選落選啊，一定是安尼嘛。對不？我嘛知，我家己忝佇倒位啊！我營養午餐也無錢好食，無人桃園營養午餐食免錢的，阮佫愛錢的。人桃園人800萬，人台中1000個，迄個敬老卡，對不？這就是講吼，袂當問關係，就是講大家愛好啊思考講，吼，莫講執政的人，因立法院多數因袂改，國民黨嘛是安尼，民進黨嘛安尼，大家攏共款，所以講大家莫有私心啦，這才有法度解決問題啦。無你安那寫安那本吼，你講好即嘛？咱行政院長立法院無愛，我立法院通過，行政院無愛，就是安尼爾，永遠攏無一個答案啦，找袂出來啦。顏議員吼，是，我即馬若是依照行政院的版本，地方是會當摕較濟錢哦。是，吼，是，但是到時陣社會福利，吼，啊個教育，吼，啊個治水、交通這種，是，這愛向執行啊。是，我先來講吼，真濟議員頭拄仔講。私心啊，每一人心攏偏的嘛，吼，甲信任的問題。我先來講，大家攏講吼，民進黨執政對國民黨的管制攏無公平啦。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啦？我頭拄仔就講，我這資料攏有。這幾年來，民進黨執政對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甲台中的補助款。攏增加，唔是小小的增加，攏增加足濟，都增加很多啦。好，大家講真正無相信，大家講我就是不信任。好，即馬現主席行政院提出這個版本，伊講較早吼，這阮統籌分配稅款真正較少。好，國民黨講，迄當陣新版修法要釋出1兆1。1條1，好，安尼行政院講無大家這一次互信好不好？我釋出的版本是1條2，給地方政府的，我不分藍綠釋出地方的增加，比你國民黨的版本佫較濟。我想就問安尼，真濟議員，你有感覺安尼較有信任嗎？無？無啦，應當是安尼講吼，你講增加的部分吼，我是感覺講吼，你講每年增加。吼，當然，這每年一定會增加，因為吼中央錢哪來哪濟，繳稅錢嘛哪來哪濟，吼，我地方的建設的預算嘛哪來哪濟啦。吼，你講阮的迄個咱萬大綜合土城樹林線吼，對啊，伊較早標的吼，你講好較早吼，迄個咱木柵線1公分10萬，伊總長甲計算講伊總預算1公分10萬，安尼就10萬，結果你這1公分吼愛超過40萬。啊，加4倍，加3倍嘛，所以講，咱即馬錢吼，哪來哪濟是因為咱稅收哪來哪濟，掛咱的吼 GDP 增加，掛咱的通膨嘛增加，所以講這毋是得到哪來哪少哦，毋是哪來哪濟。啊，所以頭拄仔阮拄開始就講啊，劉副市長伊到底有支持倒一個版本嘛？即馬是國民黨的版本，甲行政院的版本佇遐。國民黨的版本是講中央愛釋出財源1條1，還是你要行政院的版本釋出1條2，你要倒一個版本？那是大家講，你回歸正常，回歸理性。當然，做新北市的副市長嘛愛錢較濟，互地方嘛。你當然是支持行政院的版本，但即馬就卡在同樣信任的問題。阮老副市長安怎講，伊就袂講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。吼。啊，頭拄仔主持人就問講，好啦，無安尼新北市無論倒一個版本，錢攏較濟，要安怎執行嘛？我講一個，我今年有聽到，我感覺，我認為無講介好的一個故事啦，吼。迄當陣大家佇咧吵講要財劃法要修法，阮侯市長就去地方就講啊，阮未來新北市錢會佫較濟，這當然是好代誌啦，吼。阮做地方的民意代表。錢濟是好代誌，但是煞來侯市長是講，這錢足濟，大家要安怎開？
大家攏來提案。里長啊，你錢要去開去倒位？吼，攏互恁開，攏互你開，這敢有財政紀律？代表講各管市政府到今嘛，那錢較濟，嘛無準備好你要開去倒位啊？你沒有準備好啦，你錢這麼多，你要花去什麼地方？不知道。但是錢都扣來啊，這是無法度怎樣準備呢？嘿啊。啊，所以阮就認為講，為什麼國民黨？我相信這唔那是新北市的問題啊，爾。是啊，台北市嘛是共款。阮攏做歡樂講吼，現主席因諮詢率，金捷議員上清楚。阮每一屆議會攏講諮詢率倒一個局處上差。阮就做歡樂講，好啦，這統籌分配稅款哦，更加濟互地方，莫講新北市，台北市嘛是共款。台北市沒有能力執行啦。你一個公務人員，你起碼每個月發包3案就好了。這統籌分配稅款下來，一個人鐵定要增加業務量3倍以上。會當做無？會當做無？你人員無增加呢，無法度做啊。我甲你補充一個吼，對，我講啦吼，營養午餐吼，愛迄落國中國小食免錢，講錢愛加38個無錢。我講吼，人台中進樓卡吼，人1000塊無錢。我好無安尼，咱用無完的吼來去換吼牛奶補充鈣質，換茶葉蛋補充蛋白質，伊講袂使，安尼嘛無錢。逐項嘛無錢。我甲講要做中原國小的吼，大禮堂無錢，逐項嘛無錢，哪有錢？所以講吼，咱即馬新北市吼，一年吼。那照舊年，咱今年通過吼，加227億，多200，實際上實際上加227啦，吼。我有夠無？伊嘛講無夠。你若甲講加500億，伊嘛甲你講無夠。這就是啥？哪濟哪好啦。唔是，哪濟哪好，但是我甲你講兩，你甲我講加，我甲你講加，你甲我講兩啊，對不對？來，張老師。這對頭拄我講到第一，每一個縣市吼，攏有伊家己政策嘛，所以頭拄我講這個。是大人有咧領1000，有咧領800，有咧領600，對不？這個就代表每一個縣市伊財政的狀況是無共嘛。第二上大問題哦，是就是哦，真正是地方哦，這個不管是民意代表，兩位攏民意代表了吼，啊，這是甲地方政府，大家攏希望支持嘛，攏較有好，這是這個有算較濟，至少代表講我本人的這個政績，這個政績會較好。但是咧，公務人員就是吼，做較忝死啊，做較忝死啊，因為阮小弟嘛是佇新北市政府嘛做過公務人員嘛，即馬調到台北市政府，這個講實在新北市咧基層咧公務人員吼，我佇這個節目吼愛甲你講一句話啦，實在是希望政府吼，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新北市政府吼，愛多互這個人吼，不管是人數的增加，還是這個鼓勵吼，無吼講實在是。官不聊生啦！啊，所以你講一句台灣話叫吼，做甲拖西連啦。對，做甲拖西連就是，其實嘛，唔是新北市爾啦。我看全台灣吼，少數的縣市哦，那莫講多者，較無這種問題。親像這個太濟問題，消防啦、警察啦、這個社政啦，這個攏無人啊，人攏足虧啊。所以基本上我實在希望多一個政黨吼。除了爭取有算，甲其他政黨嘅爭以外，吼，多一個政黨吼，甲提出一個吼，重新來檢討規個中華民國台灣吼，中央地方嘅公務人員嘅規個制度，不管是以行政，還是這個銓敘，還是任用，還是考試吼，真正甲提出來檢討，我感覺比爭取這個錢吼。佫可能爭取到規個社會甲公務人員這個群體的支持啦。老師，你安尼講是足對的啦，但是吼，看到錢遮濟，我嘛是要摕啊，對不對？所以看到錢濟當然摕嘛，但是摕以後咧，尾啊就是，所以我毋才講摕罔摕，但是你寫你內面修法的時陣，愛修甲焦掉。對，你每一個財政紀律內面愛包含着人力的規劃。對，你若無遮。你著明年你著袂當摕，是無因兩位議員每一次攏質詢講，迄個財政你的執行率的，你執行率安怎就安怎，應該執行率內面也有下項內面還佫有路講，哦，你能力無夠，安怎無夠，還是安怎執行甲安怎，無法度安尼寫嗎？周老師？以這次行政院版本，它的財政努力大概都是稅收的增加。
所以財政努力佔40%嘛，基本財政需求60%，財政努力的部分，可以看到營業稅佔20%，然後這個大概也是台北市這次反彈最嚴重的地方了。台北市大概會比所謂的我們有3個版本啊，修法、再修法，還有政院版。修法大概如果3種加起來大概是1兆1啦，再修法是1兆4啦，然後政院版是1兆2，但是其實它內容是不太一樣的，但是大家可以待會再說。但是事實上政院版的話，最大的受害者大概是台北市和新竹市，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高雄市和花蓮市。花蓮縣，因為土地面積大嘛，那台東那些大概也都是得利的，因為它這一次土地面積大概就佔30%嘛。但是老師，我的問題就是講，就恁花蓮啲錢摕去啊，我接一處看恁咧救災，我真正會驚呢。你看這一次如果有真正，我唔是挑工咧來去罵哦，是真正咱在地這個自救會這現場咧講。昨仔佫咧領便當，有人佫領無，安尼，這個連這便當錢都，因為我以花蓮來講，它這樣如果用土地面積3成的話，其實會造成土地面積大的縣市錢多到用不完。這我無意見，這我的意思是講，應該是大家來瞧嘛。我認為吼，這另外就是一個問題，就是台灣每一個縣市吼發展是差足濟。所以這規個國土吼，這個國家土地規個縣市產業是安怎愛分配吼？這應該是愛做伙討論啦。無就是親像咱新北市就好，台北市嘛好。新北市人足濟，台北市人足濟，但是咧，甲成績比，這個高科技啥物，大部分攏佇少數個縣市嘛。親像我的故鄉苗栗就好啊，苗栗過去大家講苗栗實在是聽到攏是財政嘛，較無好，但是這幾年來吼，苗栗個財政吼，個稅收吼變較好較真濟。為什麼？因為增加一個銅鑼科學園區嘛，一個竹科南部，這就是增加嘛。所以講，台灣實在講實在吼，考慮這個吼，不應該是講每一個縣市講土地啦，而且要考慮基本上要有較濟個指標，就是伊個產業。伊到底是倒一個需要較濟產業，倒一個縣市哦，是大人較濟，所以你可能就是這個老人的補助啦、什麼醫療啦、什麼計個水器啊，這種物件吼，應該愛較進步啦。但是咱即馬這種規定吼，我感覺這個基本的觀念吼，還是20年以前的這種觀念啦。較無可能即馬現在的這種的產業的發展啊，這種的少子化這種哦，嘛愛隆重來考慮啦。我補充一下好無吼？講土地面積啦吼，我的選舉區吼，我的選舉區有300平方公里，永和有5平方公里，阮的吼這個產業道路吼有100公里，產業道路，佇迄個叉橋、游牧吼、遊牧啊吼，我迄山頂吼，我五寮吼、金圳有無？我過來就是吼德崙啦。吼，迄種啲山，我迄山有產業道路，我你講迄道路愛鋪無，嘛愛嘛。但是有當時咱啲想考講，哎呦，啲土地面積佔30%，安尼敢有公平？毋過路真濟啦，阮去遐金山萬里去遐講了，迄種路，阮面積大，路濟，我迄路吼，差不多來歹去。有當時啊吼，一個崩山啦，路攏佫歹去，就愛佫定鋪。我所以講面積有關係，嘛是有關係啦。我毋敢講要來講公平，阮人濟路濟面積濟，我地方的錢就愛濟。我拄則講的，咱講吼發包袂出去。阮有一個公所吼，工務課吼，講一個科長配一個科員爾，毋知要安怎做。我嘛講，嘛是會當做。你吼開課合約點仔加，你甲發包出去以後吼，伊是啥？哦，我有偌濟錢鋪偌遠啦！你若講伊一年今年變3000萬，就3000萬鋪完就無啊，就袂當佫鋪啊，迄叫做開口合約嘛。所以我定你講，毋是標袂出去，但講做水溝也好，迄攏是啥開口合約，錢哪濟鋪哪長，就是安尼爾。迄就是啊，甲關係到咱的土地面積有關係。路哪面積哪濟，路哪濟，吼，我維修費就愛哪濟錢。議員發包敢毋遮簡單？開口合約啊。
阮迄種開口合約，開口進前嘛愛先開標，開標嘛愛正式愛來出標，出標了後再來審查嘛，對不對？驗收。啊，再來驗收嘛。這公務人員聽了就驚咯，是不是？你開嘴開甲伊規個人硬去，開嘴。但我想要補充一點，就講當然講這算法內底有無共款的指標嘛，吼，講土地面積是一塊。但我來講，到底阮國家的這財稅要安怎分配？之前毋是有洪台來嘛，吼，啊，大家攏講啊，這首都生活圈是毋是愛共濟要來放假啦，吼，啊，這個代誌大家討論足久的，吼，就講其實即馬不只是各管區，吼，會行政的問題，就濟即馬台灣是講你北中南無共款的生活區。其實要跨域治理啦，我舉一個例就好啊，就講為什麼阮希望講中央愛有骨錢啦，會當好做代誌，參像 T-Pass 就好啊。T-Pass 就是你為這個大台北、新北、桃園會當吼，你會當1200塊，互你坐捷運、坐公車月票，因為做在新北市是要坐公車、坐捷運來去台北市上班，桃園嘛是嘛。啊，這點就是足儕少年家感覺講，哦，這點1200塊，我會當坐免驚，我感覺足有感的，這就是跨域治理。但是這錢是中央出來咯。中央出的，所以阮就是煩惱講，若是中央攏無錢，錢攏塞去地方，跨域治理要安怎處理？你1200塊，好啦，新北市有錢，新北市敢會講我甲台北市咱共同來處理這1200塊？很難，唔是無可能。咱頂幾擺這討論內面吼，有一句話吼，老師甲咱講，啊，就愛學會開錢啦，有錢互你吼，你來學開啦，你唔通吼，攏無愛互伊錢吼，啊伊青少年少年時伊就袂曉開錢，啊到了中年吼，真正獨立的時陣，煞攏飛落去。是。啊，這要安怎來破敗？就是對啊，恁愛開錢，我恁咧放假，像即擺洪台放假就放假，有誒有放，有誒無放，啊有誒放幾個哩，啊就無協調。跨域治理很重要是一個點。你講安怎開錢？阮一般啦吼，恁做民意代表攏希望講這錢開的，大家看會到的所在，哦，現金好利。但是講一個城市真正要永續發展，迄看袂到的工程，迄更加重要。治水、下水道，吼，這個金潔議員比我更有經驗，他特別有感啊，他一定比我更有感。啊，這政策其實較早攏是中央講我們有大型治水計劃，我來補助給你，你來爭取。你說如果今天錢放到地方，大家都有選舉的壓力，你要放多少比例到看不見的工程，但這看袂到的工程，對台灣對每一個城市有重要無？足重要。安怎開？啊，這看袂到，這咱是要安怎討論啊？周老師。其實剛剛張老師有講到那個要加入那些指標，但我其實可以理解財政部後來把它濃縮到10個指標，因為其實有很多指標是各縣市是沒有共識的。我以碳排放來講好了，因為其實新北和高雄都提過碳排放，但兩個的內容差非常的多。因為高雄是說，碳排放越多，你應該補償我，所以稅應該越多越好。那新北是說碳排放減少的部分，你應該鼓勵我，鼓勵我。對，所以他們兩個就是沒有共識了。因為高雄可能是重污染的多，所以他希望以污染源來定那個財劃法的指標。那另外一個他可能是覺得他未來可以，所以其實很多指標其實不是沒有提過，但是很多縣市有不同的想法。所以都要有共識以後，才能濃縮成這10個。啊，周老師，你認為安怎要有共識？要安怎才有通共識？你至少要有一半的縣市認同，他才敢放。啊，你要開大會了。他其實財政部其實，這大概有開了4次會議，找了各縣市政府。那是個別來啊，但是主要要過不愛過是立法院呢。對，但是我是說他提出一個。版本大概也都要徵詢各縣市的意見，不然其實你如果縣市政府不認同的話，
你大概也很難。咱當然看得出來，這個行政的版本有已經開始有落軟吼，有採納各管區的意見啦。但是上後尾愛是愛入去立法院嘛，對老師，對老師。這個我感覺是各縣市吼愛討論，這正確。但是咧，到時陣吼，頭拄仔講到一半縣市同意，問題是縣市有大有細啊，對不？是不是？你愛偌濟比例人口數量的，親像歐盟嘅討論的共款啊。重要的議案毋是講半數，愛半數以上愛人口愛超過一定的比例佫算啊。所以咧。我感覺這當然聽起來足正力的，但是台灣未來的政治吼，應該就是道德要進步啦。雖然正力，雖然困難，但是吼，袂當講永遠攏是過去這種的這個省政府宋楚瑜這種分配的制度，以後拄到新的時代、新的政治吼，一定問題多啦。所以指標坐不要緊啊。